哎，有没有啊？到了我们，我敬大家这一杯，喝这一杯。下一首歌会跳舞的，真的要跳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今天还有我的讲笑话时间。等一下嘛，还可以吗？到底要不要问起来？我今天准备了跳舞，没跳舞。好了，不然先让你们跳了，你们跳完再换我跳，好不好？来吧！来，给大家谢谢今天的，今天的卤主是谁？阿星吗？还是阿星是楼主的？阿星老师。滑到楼主哦，听说滑了5个圣杯哦。等一下再专访你，因为今天有那个声放松直播，全世界奥巴马都看得到。我上来讲一下你是谁，这样不行。对，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是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喝醉，我只是希望你今天是赌主，下一首歌一定要在台前，好不好？好。跳月球漫步，哦，睡哦。所以下一首歌他跳得出月球漫步的话，我就多喝一杯。不会啦，不会。那阿雷，你不要跑。身为主唱，好，不然下一首歌跟大家一起跳好。来，前奏一出来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来。小叶老师麻烦。千万不要翻掉减肥。阿妹呀，你最近哪都无来，我等我点你耶。我是要安怎交代啦？交代你。康康的舞蹈，来跳舞。大官就了，游来去，昂昂。香细细，因果是。小老年当了解，最有的悲哀，把着目屎。小孩。短短的回忆，说来说去，人客也对我讲乱回，因我是。下个月的了解，最有的悲哀，老表把撒样是个小孩。发现一件事情，干台下全部的人都唱错了，没错，我也唱错了，真的是，大家不知道是有默契还是怎样？有默契哦，太年轻了，真的哦，好了，你刚刚唱一个正确的，正确版本也唱错，怎样？好，没关系，正确版本，我再唱一个正确的给大家听，来，注意听哦，你要跳一下哦，来。来，要跳舞，来，
来哦，预备哦。啊，谁当了解，全部来爽快，一口就着炸摆，也是加爽歪歪。哎呦，一天互人骑到10摆，我们不要再做舞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长聊，大家讲好不好？